因若风台扫过来，大台北是透风落雨，亲像阳明山的永德大道沿路就袂少树仔倒去，伫甲乌路嘛有路顶互风扫转去。根据台北市的统计，到昨下晡5点为止，通报的灾情超过470件，主要拢是路树倒去较济，有超过280件，阁有30多件失电，甲1件水崩山的灾情。受反逆风台影响，阳明山强风大雨，永德大道沿路有不少路树倒去，翻伫路中。大部分的店头因为风台暂停营业，文化大学入口的收金铺，各因为伫风车口，真理房靠强阵风，互不少学生真歹行。风就是有点很大，非常大，就大到没有办法走。目前就是可能会比较大，但是早上的时候目前是还好的，可是中午就突然风就比较大起来。向山顶行，有名景点亲像德甲湖，假日人真多，啊，毋过因为风台，拢无看到游客。当地里长为整合台前，透早就开始巡视，发现德甲湖路上有大片崩塌的竹芽，就连路顶也被大风吹转去，游来海去，真危险。刚发现的，那这个像这种现在雨势开始渐渐大了，所以我们也是通报给群组，让这个区域的负责的这个局处单位，来做一下清理这样子。另外，台北市区也传出灾情，中孝东路7段因为路树倒去，连根挽起，严重影响交通。工程人员赶紧出动电机，佮将路树刷到路边，赶紧排除障碍物，恢复通行。根据台北市统计，到24日下晡5点为止，通报灾情有474件，主要是路树倒去287件，停电37件，也有1件土石流灾情。气象署提醒各地愈旱，风雨愈大，民众上好是唔通出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